那这次成立习食平台的功能，就是希望说，摊商呢，针对我们一些品相比较不好看，但是还可以有它的实用价值的，可以继续使用的，我们也用这个部分啊，透过这个来有一个习食平台，让我们弱势的家庭呢能够得到一些协助。另外，村里关怀据点的部分的用餐，也可以透过这个部分呢，也可以提供一个食材。市场收大了吼，1点到2点的中间，开放给咱的迄个公益团体每天来这里把这个储存的东西拿走，那隔天又有东西会再放进来，保持每天都有新鲜的东西在里面。公益团体也每天都有东西可以拿去照顾弱势。卖相不好，为了单雕怕剩，所以我就放咱家习食平台互这发展协会这。阮有几啊个你来退过啊，因发展协会有这个构想嘛足好，来阮会当甲跟斗3工，这嘛是算讲我一种回馈。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习食平台自108年7月从东菜市场开始布建，今年8月即将设立第19处。期待每一份食材都能妥善利用，将减少浪费的信念推广至社会各处。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这个习食平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咱菜市啊到休市的时阵进前拢有一寡无卖出去卖无还是卖相不好，小可客掉，但也阁真好用的人去买人无买结果呢？你也讲单雕做厨余做粪扫，这是伤浪费所以会当用的会当食，咱就爱捡拾。你就知影讲我做捡拾的所以我们用这样有捐赠冰箱我们建立爱心习食平台，把这些 NG 品还可以用的、很好用的、还没有过期的、很好吃的、很好用的通通冰在这个冰箱里面。那我们让社福团体就可以来取用这样子的话，一方面几款物件会当物尽其用；第二个，社福团体它减轻财务的压力；第三个，减少环保局很多这个生垃圾生粪扫还是厨余的压力。这个是不过会当食的未害、未发酵、未臭生去的拢会当用的，咱就来用这习食平台我是感觉讲非常感谢大家做用心的，把咱的东菜市打造成一个上有特色、阁上环保、阁上界赞的一个大家咱的市民朋友上爱来买物件的所在。而且感谢大家。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各党的支持者发着动选，为家己的候选人加油打气。但参与这届台南市长选举的可重性，确实伫2位工作人员的陪同之下，来到台南市选委会登记，呈现袂少的反差。可能是伫4年前曾经选过一届市长失利，4年后再次挑战市长选举。不过这次真无同款，因为有前台南县长苏焕智担任竞选总部主委，伊评估目前已经是3分天下局面。这一次的选情呢，因为苏焕智县长有行政经验，他来担任我竞选总部主任委员以后，这一次的确跟4年前不一样，现在已经是形成3分天下的趋势。针对台南目前面临的少子化、老年化以及家省的困境，柯重新强调，如此就是需要挖靠再工化专业来处理。我们台南市现在所面临的少子化、高龄化、低薪化的经济困境呢，需要财经法的专业才有办法来加以处理。我在成大教财经法律呢，我4年前呢来参选200万保证金被没收呢，我今年又存了150万的保证金，是我成大的薪水呢我非常有诚意，想要用我的财经法的专业来台南呢来解决少子化、低薪化、
还有老龄化、老人没有照顾的问题。柯中信伫开放登记第3天完成市长选举登记，伊认为台南市现在选举方式必须要改变，应该参照英国人同款，参选人一步一脚印，严格拜访，如此选举经费唔免济，当选了后也袂贪污，应该用安尼方式改变台南的选举风气。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9号以选举开放登记第3天，台南市长黄伟哲31日上午10点，伫大批党籍平台陪同来到选委会登记参选台南市长。伫陪同者当中，党籍立委差不多拢全员到齐。咱会当看到陈廷辉、林俊宪、林怡景、罗慧元、郭国文等立委。伫议员的部分，嘛会当看到区丽丽、郭清华、陈怡丁、吕维印、蔡小薇、沈振东、李启维，以及强棒新人蔡立青、朱正轩、林依婷、周家伟等人，也做出大团结气势。今天民进党我们各位委员各位议员、先进以及许多的支持者他们都一起来在这个时间一起来表示对于民进党价值的支持，以及对于台南市政延续的一个期望。我们希望说，背负着很多市民的期许，以及党内我们所有的同志的一个期许，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好的统哭，整合好我们民进党，然后团结打赢这个市长的选举，议会过半里长全部都当选。挺台南继续拼，黄伟哲表示，这3党的努力为市民所建设争取的，现在已经呈现伫市民眼前。欢迎市情要延续无？要继续拼无？所以，我想这3党外来，咱行过的路所做的建设，为着市民所争取的，伫这边的选举中间，咱要呈现伫呈现在咱的市民的面头前。伫这3党外来，咱中央甲地方一条心，中央的立委包括咱的行政团队，伫咱的蔡英文总统、苏贞昌议长以及咱各位立委，大家协同之下，台南市争取了足侪中央补助的建设，不管是北外环，不管是南科3期，不管是其他足侪建设。所以感谢咱蔡英文总统，咱的马清德副总统，咱的苏贞昌议长以及中央政府。距离选举投票日只剩80多天，黄伟哲希望大家会当维持一个良性的互动，莫人身攻击，莫不实指控。伊也期盼整合团队资源，让台南市继续发展，市政继续拼，为市民提出一张上好的成绩单。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另外，黄伟哲市长伫完成市长登记以后，嘛甲立委陈廷辉做伙陪同议员陈怡丁进行登记，并且由20多位年轻的朋友、女性、地方自亲里长，甲囡仔陪同，用情为青年、为妇幼争取权益，用行动支持年轻的家庭，为健全托育尊重环境来努力。同时，支持者嘛摆一排，呼吁支持陈怡丁。其中包含知名主持人歌手君君、学生、青年创业代表、家庭主妇、新手妈妈等等，全力支持优质的议员陈怡丁，为台南守住关键的一席。台南新闻综合报道。议员杨忠成表示，原来大湾相对因为旧国A已经选到新的地点来大大提升救灾效能，只是空出来400平空间如何活化，港区的议员有无共意见，其中就希望作为交通分队的。不过杨忠成表示，伊徛伫不与民争利，建议兴建为大湾里活动中心。自交通分队就设置烟空拖吊场，伫中日村积极向市长争取。工地一堆啦，那么唔通甲与民争利一样啦，吼。但是希望阮大湾里争取这么久的活动中心，到这时，阮一个里长强要受袂掉啊！我希望恁的交通分队唔通接到恁的甲我答复的公文。讲
因为迄是经济用地，所以市长，你看安那会当互阮争取者。先甲伊答应讲，大湾活动中心是毋是会当优先评估设置即个消防分队，大湾消防分队迄个所在的原址。伫未来也有机会的时阵我想嘛是一定爱来评估迄个所在活化了。会中议员杨忠成嘛关心台南市欠缺大型羽球场馆，要求举办大型的比赛，除了带动体育发展，嘛增加观光的效益。对此，体育局表示，未来该当兴建大型的羽球馆，将评估实际需求加适合的公有地以后，向中央争取经费。台南新闻军及杨顺怀采访报道。议员董品娥正伫先界最后一摆总结巡，锁定关键执勤的安全，甲如何防止诈骗。其中，因为看到这个环境伫实施酒测临检的时，会靠近民众车窗，对着犯罪企图的歹徒，或是通缉犯，第一时间真歹反应。议员相当烦恼环境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所以提醒市警局一定要加强环境的教育训练。避免将头存入去车内闻酒味。严格禁止啦，过去可能当时就足认真的想要取缔第一档，咱就卖。你想讲咱咧临检酒测的这民众，咱严谨的 SOP 的做法。是第一点咱爱做好部署，就是甲迄个车道做一个区域封锁、缩减车道，所有的车辆会当鱼贯进入咱的尸检车道，伊就袂速度就袂紧。袂紧，加摇下车窗，简单对谈。若有酒味的，咱就在边仔来继续接受酒测。若无酒味的，咱就继续互伊通行。另外，针对网络金融诈骗的手法翻新，而且一档增加，议员嘛强烈要求一定要针对上届发生的犯罪形态做好预防宣导。对此，警察局长回应，台南已经成立打诈团队，对民众上届接触的机关进行宣导，同时伫超商、ATM 打警告表示，希望第一时间保护民众财产安全。台南新闻军及杨顺怀采访报道。香喷喷的月饼出炉了，不管是栩栩如生的兔子，还是印着中秋团圆字样，怎么看它就是月饼。但其实这是尽心生计，因应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特别推出的手工皂月饼礼盒。依照不同客户需求搭配，选用国外进口有 SGS 认证的天然精油皂基，每颗都是下定才制作的复方皂，让收礼的人既不会造成体重负担，用了还能滋润皮肤。我们经济所调配这个月饼精油皂比较特殊，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皂的设计是用途是做洗脸的，还有洗身体的。那用在洗脸的部分，我们是针对像这个上面有一则姜黄跟藏红花。跟这个香茅是比较属于混合性肌肤，而且混合性肌肤有些是皮肤比较偏干。那偏干的话，我们的里面的皂基就会添加一些天然的氨基酸，让它洗完保湿以外，还能让它滋润一点。那一般的皂呢，他们就洗完可能就是保湿而已，可是等一下就变干了。那但是我们的皂不一样哦，就是洗完之后，它就是因为是复方的关系，所以它可以发现他们的精油皂的一个滋润跟保湿的一个功能。那洗身体的话，它会针对皮肤等一些去角质，跟皮肤我们形成长期这样洗精油皂，其实的好处就是说，让我们皮肤再形成一个保护膜，增加一个保护力。那洗一般的皂当然不行，洗一般皂你如果干涉的话，就是清洁而已，但是你可能还要再抹一下乳液啊，做一下保湿。要不然你在冷气房下的话，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干，很不舒服。那如果太干的话，我们皮肤如果一晒太阳，其实会痛，因为没有保护膜了。所以精油皂为什么会一直那么受到市面上喜欢那么多人喜爱，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性有比较贵一点，但是它的功能性真的比一般我们的清洁皂好很多。除了月饼造型，静心也会根据客人需求，协助寻找不同的模具，让手工皂造型多变，不同节日都能有订单上门。其实都是客户的需要，我们再去帮他们找这种模具来帮他们做。那做的时候，我们像现在目前南区区公所他们现在最近的父亲节有颁发，有要颁发父亲节的活动，所以说就定这个
按摩皂，他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跟一般的皂比较不一样，因为他拿回去就可以这样洗一洗，起泡之后可以就这样子做按摩，很舒服。然后这也是一头皂底的，就是说头部也可以洗，脸也可以洗，身体都可以洗。所以我们很多皂有的是一头一皂到底的，它一种是只有洗脸部的，洗身体还是有分开。所以我们有做很多像这些造型的部分，像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功能，比如说你喜欢海洋系列啦，你可能比较缺能量啊，那我们就跟客户问啦，你如果比较缺能量不足，皮肤比较暗沉，那我们就用海洋系列啊。那如果说我想青春一点、冻龄一点，那我就用玫瑰的啊。那我想说我要更有活力，还要更有杀菌功能，不要避免蚊虫咬伤。那我们可能就是会用一些像这个姜黄啦，还是我们的香茅的部分下去调在一起使用。天然精油皂基只要经过加热融化，搭配模具的使用，就能跳脱传统肥皂方正的造型，让消费者爱不释手。看看这小朋友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蛋糕，恨不得能全部带走。未来过节烦恼到底该送什么礼盒，才不会让对方吃下太多热量？手工皂礼盒或许是个不错的新选择。佐敦百吉店店内传出热烈的八音，这场演出由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所牵成，并且透过庙方以及港台古琴乐团等侪团体的合作，将老厅乐器剧彩谱完成，由佐敦国中高小的学生现场演奏。我们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呢，因为这个机会借由左镇国小跟左镇国中这样子的一个古乐器的演奏呢的支持，我们除了支持师资以外，然后也支持这项八音彩谱的工作。那对这个事情呢，对一个古文化的流传非常具重要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原本分散去庆隆需要的八音，渐渐被细数米所取代。想要听到八音，嘛是透过录音带，为着要彰显传统文化，嘛是非常不容易啊。几乎从零开始，唯一剩下的就是那个光碟。那耆老们都已经过往了，所以我们这次的复育，其实就等于是从灰烬里面再去掏起一些仅存的这个痕迹。那这个就是我们复育文化非常难的一个地方，因为历史古迹开始坏的时候，大家都会感受得到。像我那边都有必损，大家都看得到。但是这种无形文化资产在人的身上，耆老一旦消逝了就随着这个人就不见了。那这一次我们的八音采了2首谱，未来我们就计划把这2首完整的，让小朋友同学们都完整的把它学起来。那如果将来还有别的机缘，我们也希望再扩大，能够有更多的曲谱被发掘。婚丧事件喜事的就用八音嘛，嫁娶要引娶这新娘，要来娶新娘嘛是用八音嘛，早期的啊。从那迄个丧事的部分啦丧事是算初吹不是八音，我是八音。即摆啦拜拜的人，因就安心位啊，安了就烧香搭门帘搭好，就请这八音，像这厅老厅，做老厅老厅拢包完包，搁送一包粉，八个嘛，八音嘛八，安尼就到时阮互咧完成啊。这个庙伊个丧事到一段落，已经恢复正常的生活就对啦。安尼八音用大足大啊，但是了即摆。你个丧事拢用迄个洗扫米去啊，八音煞去去掉，所以讲我们有这个无形的文化应该要把它保存下来。基金会嘛将彩谱完成的八音谱送予佐敦国中甲佐敦国小的校长、长辈甲地方人士，看到佐敦的文化遗产会当由佐敦的囡仔来传承，感觉真欢喜。基金会嘛将伫咧9月17日伫北吉店庙埕演出。彰显往日老厅演出的热烈场景。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为着要让弱势家庭的学生度过一个充实的暑假，规定区公所举办小小志工学习营，
安排一系列的课程甲丰富的活动，让小朋友学习服务的精神。我们特别用计划式的福利服务活动来规划一系列的课程，来帮忙所谓弱势的小朋友在暑假之间能够学到正向的观念，学到付出的观念。那当然也安排到所谓安全的观念跟我们的性平的观念。那最后呢，我们一样来到我们七甲的巷弄站里面来服务老人，来帮忙老人打饭菜，来跟这些长辈互动。伫结婚典礼之天，台南市长黄伟綽嘛亲自出席，颁发奖学金予这的学生，并且勉励因爱努力学习，嘛爱保持感恩的心，将来回馈社会。咱台南市总共58000多名志工，这志工不是讲挂名的哦，是有逐礼拜拢有出来，譬如讲扫环保志工到扫净理环境的，还是讲这个义消，有出来执勤的，义警有出来到守望相助的，这些志工拢是有志工时数的，所以咱拢真感谢因啦，所以说我们小志工培养出来在社区未来的社区。会当帮忙做者。活动地点七甲里活动中心，同时嘛是社区关怀据点，有健身器材提供长辈做使用。市长黄伟綽嘛一一体验，嘛真学乐，嘛希望借着政府的补助，让长辈有这款的休闲好所在。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毛小孩在泳池内奋力挥动四肢，模样超疗愈。暑假来临，温度飙升，民众赶紧带着自家毛小孩出来度假避暑，也让宠物友善旅馆订房量跟着激增。除了疫情之前前阵子疫情大家闷坏之外，我觉得暑假也是一个蛮大的原因啊。就是暑假期间，其实除了毛孩的家长之外，有的也是爸妈会带着小孩一同来我们这边入住。过去疫情高原期曾严重冲击旅宿业，但现在随着南部疫情趋缓，加上民众逐渐习惯与疫情共存，让业者终于能够喘口气。有，就是当然这个月应该说7、8月的住房状况目前都还是蛮火热的，当然也是希望这波可以延续下去啦，就是甚至到年底，或者是就是持续稳定这样子。为振兴受疫情重创的观光产业，在中央推出国旅补助后，高雄也加码推出优惠方案，吸引许多民众趁着这个时机点来高雄旅游。对，有搭配国旅补助，然后带他来，然后又再加高雄的补助，这样折了1500。从7月15国旅补助推出之后，然后加上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有推出周间补签，然后周5补5。那我们这2周其实订房率，平日的订房率大概增加了30%左右。新冠疫情高峰期，许多民众不敢出门，连带毛小孩也被跟着关在家。现在随着疫情降温，民众终于能带着家中宠物出来透透气，也让沉寂已久的国旅慢慢回温。记者潘志光、苏玉文高雄报道。捐血中心内坐着一排善心民众，他们大多有定期捐血的习惯。自5月以来，高雄疫情进入高原期后，民众捐血意愿大幅降低，只剩部分有固定捐血习惯的人愿意挽袖捐血，血库存量严重下降，且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3个多月。那最少的时候，大概我们只有剩下1半左右的捐血量。可是，在医院这一边呢，他们医疗的使用呢，并没有太明显的下降，所以在一来一往之下，造成我们血液的库存就是持续的低迷。我们的捐入量跟就是周1到周5的时候，差不多就是目前对医院来讲的话，应该是刚刚好而已，可以满足，可是没有办法，就是可以就是让我们的库存量能够拉高一点。从保冷袋中拿出一大袋姜母鸭，过去捐血通常送的是牛奶面包，现在捐血中心为了刺激更多民众做爱心，在民间的帮助下加码捐血礼品。那目前只要在这个礼拜，只要在我们高雄或者屏东的捐血站或者捐血室捐血，就会有送那个姜母鸭的料理包。那250cc 的话送1包，500cc 的话是送2包。那每一包的价值呢，大概是在350块左右。捐血送姜母鸭活动开跑才第1天，一大早就有民众前来参与。对于新的捐血礼品，也有民众觉得相当新奇，会觉得是跟
日常生活中会马上就会用到，你就觉得很不错啊，像是之前有什么米啊、洗衣精啊那些的，对啊，捐姜母鸭我觉得很新奇啊。高雄血库存量拉警报，严重影响第一线的医疗使用。捐血中心透过各种活动呼吁民众响应捐血，期望能补足库存，让病患的需求不会受到疫情影响。记者潘志光、苏瑜文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